無痛分娩到底係私家醫院好定係公立醫院好呢？其實每一間醫院嘅情況都唔同嘅。有啲特別忙嘅醫院或者係有外嬰醫院頭銜嘅醫院呢，其實咧就比較難安排到無痛分娩。亦都有啲醫院係好樂意安排到無痛分娩俾咁多位太太嘅。但係咧，公立醫院幫你注射無痛嘅醫生，其實大多數咧都係比較年輕嘅醫生嚟嘅，因為佢哋訓練嘅時候咧需要做到某一個數量嘅無痛分娩，我哋俗稱叫做 log 數。至於點解外嬰醫院都比較難安排到無痛分娩呢？其實因為無痛分娩咧有佢本身嘅風險，有機會令到順產嘅時候更加困難，或者容易令到媽媽發燒，咁 BB 出世之後咧就去到兒科病房嗰度觀察啦。所以一律嘅外嬰醫院咧都係比較順暢自然分娩rather than無痛分娩嘅。至於私家醫院嘅話咧，只要係客人要求到，佢都會幫你完成無痛分娩㗎啦。不過無痛分娩之後，亦都有啲事要注意，因為麻醉藥會令到你下半身嘅感覺減退啦。一般打咗麻藥之後咧，護士會建議你唔好落地嘅。但係 depends 醫生嘅技術同埋藥物嘅種類，大部分嘅私家醫院都已經可以做到可以俾媽咪自由活動㗎啦。另外，因為下半身嘅感覺減退咗啦，所以當可以生嘅時候，供應上生嘅感覺咧都會冇咁強烈，咁就最後有機會拉長咗成個生產嘅過程啦，甚至乎到最後咧會用到儀器助產都唔定㗎。所以媽咪喺選擇醫院嘅時候咧，都可以諮詢相關嘅醫院有關無痛分娩嘅情況，而了解到最新嘅資訊嘅。